大家馬迷朋友好，歡迎嚟到跑馬仔貼士頻道。本頻道主要係提供一膽拖兩配腳，另外亦有三重彩嘅兩匹配腳提供。嚟緊4月16日跑馬地夜馬共有9場嘅草地賽事，當晚嘅開跑時間係晚上嘅6點40分。跑馬仔貼士界面用法嘅簡介，喺左手邊嘅圖表就係提供一個膽同埋兩隻腳。如果想買三重彩嘅話，就可以參考下三重彩配腳係有2匹。跑馬仔有一個指數，呢個指數唔代表越高係越強，指數係代表綜合數據嘅初步預測，大家可以攞嚟參考一下。右手邊呢個圖表最主要係顯示上次賽果嘅近5仗，同埋上戰賠率嘅排序。以呢個圖為例，佢最上嘅一戰就係跑第1名，當時嘅賠率排序係第5。又例如佢第5次，佢係跑第9，而當日佢嘅賠率就係大熱，亦即係排序第1。第一場5班100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9號標之多多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班德禮騎嘅4號天火童心，奧文騎嘅7號快樂奇兵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5號中華威威、11號天分高。第二場4班2200米，馬膽係艾少禮騎嘅8號客家之光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巴道騎嘅5號夢照發、田泰安騎嘅10號管之友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綠色巨人、6號捷足奔馳。第三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鍾易禮騎嘅2號論文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艾少禮騎嘅5號田測精英、田泰安騎嘅6號奮鬥輝煌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0號標誌、8號一生好彩。第4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艾少禮騎嘅7號日馳千里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潘頓騎嘅5號勇威神驅、奧文騎嘅1號撼天鐵翼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4號電源之軀、2號有愛心得。第5場4班165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3號卓越善風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梁家俊騎嘅5號神驅馬靈、鍾易禮騎嘅6號黃隱福星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三軍勇將、9號清遠之星。第6場3班1200米，馬膽係布文騎嘅3號醫神，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田泰安騎嘅5號勇霸龍、潘頓騎嘅2號奇異果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6號翠紅、1號魅力寶區。第7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10號
天下寵兒。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梁家俊騎嘅3號品德寶寶，杜文騎嘅8號光輝所願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2號心裏有數，1號缺一劍。第8場4班1200米，馬膽係艾少禮騎嘅4號好精神。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班德禮騎嘅2號多利神驅，潘頓騎嘅3號快搏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超霸勝，10號魅力深。第9場3班1650米，馬膽係潘頓騎嘅3號唯美主義。拖嘅兩匹配腳分別係艾少禮騎嘅11號有財有勢，田泰安騎嘅8號勝義。三重彩配腳分別係1號大千氣象，5號中華英雄。最後麻煩大家幫忙免費訂閱我哋本頻道作支持，記得按埋個鐘仔啊，同埋點讚我哋嘅影片。多謝晒大家，我哋下次影片再見，拜拜。